继续来到高雄，有一个视力障碍的男子，会出现伫个百货商圈甲捷运站，专门找女性来问路，才趁机会讲望身躯。讲7月初9这天，搁伫个捷运站疑似调故意甲女性下杀，互工作人员甲罚。这个男子抓伫现场大吵闹，等到警察到场，伊才来道歉。捷运警察讲，打来会加强巡逻。你如果要告我，我也是要提告。穿浅红衫时装男子大声甲站务警员讲，警方接到通报，到现场处理。我刚意识有冲动。警察拢来啊，这个查甫人才回失礼。代志就发生伫7月初9高雄捷运的鸡蛋站。因引导问题发生口角纠纷，经员警到场，双方达成和解。当时有不少人要出站，时装男子说敢若是刁工和女性的民众客伫出口，去互站务人员主动来发现的。站务人员之所以当时会对查甫人歹声数，就是因为这个时装男子过去都捌发生过类似的情形。伫百货公司内找少年查某囡仔问路，爱对方协助引导的时阵，唔能扭人的手，搁共望较只拼，互人感觉真不爽快。要不要叫？不用。听到店员讲要请保全，查某人生讲唔免。根据了解，这个姓陈的时装男子，拢是出现伫北高雄的百货公司或者是车站。高雄捷运公司表示，女性的站务人员有反映过，伫咧协助这个时装男子的时阵，对方敢若出现骚扰的行为。有女性同仁值班，那可能考量女性同仁她的一些跟这些旅客之间的一些过去的一些经验的话呢，那我们会授权女性同仁说，那针对这个个案，我们可以用推轮椅的方式来让这一位旅客也能够去到他想要去的地方。对一般女性的民众来讲，那遇到时装人士的请求，拢会出手到3天。然过那当到这个情形，难免会感觉不爽快。就是有点在骚扰，就是摸女孩子的手。如果任何人被摸到身体，应该都会有不舒服的感觉。对。高雄捷运公司和捷运警察呼吁，假使搁当着这个时装男子，伊若有任何的协助甲请求，会当请男性的站务人员或者是保全来处理，较袂因为身体上的接触，互家己感觉不爽快，或者是引发到纠纷。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